詩篇53篇大衛的訓誨詩，交給聖詠團長，曲調用瑪哈拉人的邪惡。詩，愚頑人心裏說，沒有神，他們都敗壞，行了可憎惡的罪孽，沒有一個人行善。神從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沒有，有尋求神的沒有。他們全都退後，一同變為污穢，沒有行善的，連一個也沒有。作惡的都沒有知識嗎？他們吞吃我的百姓，如同吃飯一樣，並不求告神。他們在無可懼怕之處就大大害怕，因為神使那安營攻擊你之人的骨頭散開了。你使他們蒙羞，因為神棄絕了他們。但願以色列的救恩出自揚安，當神救回他被擄子民的時候，雅各要快樂，以色列要歡喜。詩篇第53篇靈修指南，主題：無神論的愚昧與神的救贖。經文重點：一、無神者的愚昧。詩篇開始時，詩人宣告愚妄人心裏說，沒有神。這段經文強調了否認神存在的愚昧，並指出這樣的思想導致了邪惡和不義的行為。這提醒我們，無論世人如何看待神，我們應該堅定信仰，認識到神的存在及其重要性。二、罪的普遍性。詩人描述神從天上觀察人類，尋找是否有明白、尋求神的人，但卻發現都偏離了。這強調了罪的普遍性，所有人都在神的面前失落。這是對我們每一個人的警醒，讓我們意識到自己的需要。三、神的審判。詩人警告那些行惡的人，他們將面對神的審判。這提醒我們，無論人類的行為如何，神的公義最終都會彰顯。這也鼓勵我們在生活中追求公義，並信靠神的審判。四、救恩的盼望。最後，詩人宣告神的救恩將會臨到以色列。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訊息。雖然人類在罪中失落，但神的救恩是可以得住的。我們應該感恩於神的憐憫，並期待在我們生命中的作為。默想，你如何看待周圍人對神的態度？這篇詩篇如何影響你對他們的看法？你在生活中是否曾經感受到罪的影響？你如何能夠更深刻地認識到自己對神的需要？當你面對困難或挑戰時，你如何能夠堅持信靠神的救恩？禱告：我承認我在生活中常常需要你的引導和救恩，求你幫助我在面對誘惑和挑戰時，始終堅持信仰，並在你的救恩中找到盼望。奉耶穌的名禱告，阿門。行動：一、分享信仰，與朋友或家人討論信仰的重要性，並分享你在神裏的經歷。二、靈修時間，每天定時閱讀聖經，尋求神的話語，增強自己的信心。三、服務他人，成為神的愛的見證。願神的恩典與你同在。